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0年10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到48节，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雅各书第2章14节到2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行动力。昨10月26拜一的清早时，大概4点左右，是今年入冬天以来第一届，阮伫南加州遮拄着第一届即个沙漠的热风，伫阮遮称作Santa Ana Wind。有真侪人认为讲即几工着天气较冷吼，应该无啥问题啦吼。但是咱知影吼，Santa Ana Wind伊本身是一个沙漠来的热风，所以伊基本上有一个特色，就是淡色。因为即个沙漠的热风甲海边的即个淡湿的冷风相拄做伙，就起咖喱仔的即种的形啊。但是伊毋是咖喱仔风，但是足热的吼。风安尼一阵一阵真透。这是一种的空气对流所产生的。即种的风除了大色种伊有可能是高温过来大色照昨所量大概迄个湿度吼只有4%，湿度只有4%吼，咱知影伊有偌干啦吼。这一阵一阵的即个大风的中间呢，会造成真大的危险吼，因一来有可能时速50-60迈啦吼，差不多70-80公里的即个速度吼，一阵一阵安尼吼。所以虽然咱讲气温无悬，城仔附近的山区会起大火，咱知影一真大色的即个天气的内面，真容易产生即个静电吼，猛烈就安尼电着迄个感觉啦吼。所以有一寡物件会因为安尼来出火星，也是讲万一有淡薄的一寡火星，透过遮个大风，搁阮遮附近，那大概是即个山野的所在，拢是迄种草吼。即个时期拢开始咧干，真容易起大火吼，拢干吼。所以一点点即种摩擦的即种静电，也是有一寡火屑就会安尼引起真大的火吼。而且这个风一透的了，迄个火会飞啦吼，会飞真远安尼吼。所以真歹控制。伫这个风真透这中间，嘛真歹去拍火爆发吼。伫整个的情形内底，有过去阮住迄区域，即个有真侪朋友被要求爱撤退吼。即个小的范围大概7000英亩啦吼。撤退的人差不多超过6万人左右吼，2万几间厝的人被要求来撤退啦吼。阮教会就牧师因即个家庭嘛是伫迄个撤退的范围伫内底吼。伫即个中间，有真侪人的关心，也有别人教会的朋友，也纷纷透过遮个管道来关心，甚至提供讲因伫换位有厝有房间，会当替阮留，互阮去遐暂住吼。是安怎会讲到这，就是会去感受到讲一个基督徒信仰的典范啦。咱最近常常咧讲的吼，伫主迄个时，咱若讲到保罗伊甲伊遮个同工吼，西拉甲提摩太。因为着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动力，就是因为疼上帝，也是疼遮个人。咱若讲到即个疼人，亲像家己的界面，甲即个提醒，但是疼实在是毋是讲尔定啦吼。
必须爱有行动力啦吼。所以昨伫安尼经历昨安尼，会咱讲精神紧张啦吼。我两个囡仔伫外州咧读册吼，嘛安尼一直咧联络啦，关心咧情形啦，问阮讲有迄个佚佗诶计划无啦吼。另外一方面也体会到周边遮基督徒诶朋友，因诶信仰是一种有行动力诶。伫 NIV 诶翻译是用 deeds， 会通翻译做有作为、有鼓动、有契约、有即个事迹，也是讲用信托做基础诶即个意思。即个意思就是讲是一种通信靠诶信仰诶状态，是信任诶状态，是本身有即个信息诶实践能力诶。就是讲因诶行为能力、因诶行动力有即个实际做出来诶，毋是迄种亲像咱咧讲诶迄个古迹迄种是死诶安尼，是活诶吼。雅各书第2章会通讲是解说，也是讲教导信心诶行动力诶一个属直接诶经文。今仔日诶经文17节、18节安尼讲安尼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要有人讲你有信，我有行，你无用行做，互我看你诶信，我就对我诶行敢互你看我诶信吼。所以意思是咧讲到行动力啦吼，信仰是个行动力。去互要求来佚佗，嘛需要行动力。关心人嘛是爱行动力。要佚佗爱有所准备啦吼，比如讲咱讲汽车爱有油啦吼，你爱有准备一寡水啦，等等遮物件。佫一项足重要诶，伫即个中间牧师有一寡反省讲，伫这中间爱会晓吼放落啦，吼，因为你放会落，才走会开啦。信仰其实嘛是安尼，甲毋是安尼？咱爱放会落，愿意来写，吼，才会当实践信仰诶行动力。耶稣甲彼得遐学生讲，放落你所有诶来跟对我。所以若无会通放落诶行动力，就信仰会变做死诶，行袂出去啦吼。就用参考诶，无用动力，亲像迄个讲甲耶稣讲吼，我转来台湾老爸母才去讲安尼啊吼，迄种诶人安尼。所以经历昨诶状况诶时阵，牧师一个思想啦吼，就是讲行动力甲放下落有啥物关系啦吼？咱拄则已经开始咧讲，如果我伫即个佚佗诶中间，我会通带啥物货？我若开一台车，我除了带电脑、手机、重要文件以外，可能平常时我真注意诶物件，拢总爱放落，包括我诶画图、我诶乐器、钢琴、一寡收藏诶物件，一切拢爱放落，我才有法度离开，继续往前来行，敢毋是安尼？这是信仰，咱敢放会落？咱可能有侪是历史诶包袱，有侪真好诶记忆历史，有真侪诶成就，有真侪物件是咱放袂落诶。那安尼，咱诶教会是要安怎往前行呢？来甲大家三个勉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到48节，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雅各书第2章14到2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行动力。昨天清晨，就是10月26号礼拜一的清晨，3、4点钟出现了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次的这个沙漠焚风。那在这边我们称之为 Santa Ana Wind。这个风的
起因是因为有在沙漠的热气流碰到太平洋的冷空气产生的对流，这个对流当中就会产生气旋，然后就有一阵一阵的狂风。那许多朋友都认为说这2天天气比较凉了，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哈。可是事实上在消防局这边的提出的警讯是很容易产生大火。那原因是因为除了风Santa Ana Wind 本身是一个焚风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是它非常干燥。干燥会产生什么结果？根据昨天所测得的，大概我们的湿度只有4%的湿度。这个是完全台湾的朋友可能无法想象哈。台湾非常潮湿哈，这边只有4% 而已。那4% 很容易产生所谓的静电。我们常常在开车的时候摸到门就啪就被电到了哈。那这样很容易产生所谓的火花。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区域呢，没有什么大树，我们只有那种荒漠的草我们说 bush。那我们这边的野火基本上叫做 bush fire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静电摩擦，或许是火花，人家不小心的，那透过这一阵一阵的强风，它就会散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有强风的助力，这个我们说的火星星星之火，它就会变成用飞跃的飞到下一个点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很容易就野火就扩散了。那根据昨天最后我得到的这个讯息，大概7000 acres 的地被烧了那被撤离的人数也超过6万人，大概2万多家的家庭被撤离我许多的朋友包括白人教会的朋友都纷纷透过许多管道来关心也有住在其他地区的朋友呢，他们打电话来留讯息说如果需要他们为我们预备的房间那我们在可以撤离的时候呢，可以有地方可以暂住。我想这个是一个表达了非常有行动力的一个信仰的表现。在我们最近谈到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典范里面，昨日我们谈到保罗，他跟希拉跟提摩太，为了提摩太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信徒传福音，那个动力是因为他们爱上帝，他们爱这些人。我们昨天也谈到爱人如己这样的诫命跟提醒，但是爱并不是一种说说而已，必须具有行动力的。像昨天经历了一整天的这样的情绪的紧张紧绷，一直在注意的新闻，看烧的区域，然后这个紧急撤离的命令区域到哪里除了很紧张的一面之外，另外一面也深刻的体会到周边的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从信仰所表现出来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今天的经文英文 NIV 的翻译是 deeds D-E-E-D-S 可以翻译为这个作为举动、契约、有事迹以及信托等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可信靠的信任状态，或是说是具有行动力、可信靠的实践能力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一个生命，有行为能力、有行动力、有事迹的，不是古迹的这种死的不一样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2章可以解释说或是说
它是一个最典型的解释教导信心的行动力的一个经文。经文这样说：同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有人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我要回答：你给我看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我要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被要求这个驱离或是说梳理，这个必须是要有行动力的。我说你要这样子撤退的人，你必须要有行动力，否则你就离不开嘛哈。那有行动力必须要有所准备啊，比如说车子啊，车子要有油啊，然后你可能要预备一些水啊，预备一些食物啊。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牧师在思想一件事情，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能够放得下，才走得开。信仰其实也是如此，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放得下，愿意舍，才能实践信仰的行动力，继续往前。就像耶稣基督在要求彼得跟这些门徒说：“你们要放下一切，跟随我”一样。否则，我们没有这样的舍去的时候，就会像那一位告诉耶稣基督的说：“让我回家先去埋葬我父母亲的那个人一样。”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信仰就变成是死的，是参考用的，是没有行动力的。经历了昨天的状况，牧师一直在思想这样的事情：行动力跟舍下、放得下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这样想好了。我有一部车，我要撤离的时候，我就跟牧师娘，我们能够带什么？就这么一部车。我可能第一个我就带我的电脑，我带我的手机，重要的文件，还有呢，平常可能很在意的东西都必须要放下。我的画作，我的乐器，家里的钢琴，我的收藏品，这一切都要先放下，才能够离得开，才能够继续往前走。信仰不就也是这样子吗？我们是不是能够放得下？我们在思想新的未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许多的历史包袱？我们是不是有太多的回忆？是不是有许多的成就我们放不下？我们有太多放不下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如何能够听到上帝的旨意向前行呢？